首先，让我们来欢迎梁以诚，还有我们的安君鹏，还有梁静、夏雨欣、刘书宏，还有我们的星星叶星辰，以及我们压轴登场的男神谢家健。好，很热很辛苦，帮白色衣服的帮大哥这边。 好，看一下哦。好，看完之后我们看一下右手边，右手边来看一下哦。好，粉丝们来帮我们捕捉许愿好了，好不好？两位先来许愿，我们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喂。对的，好，杨静先开始好了，杨静先来许愿。预祝男神时代。 收看男神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顺心健康哦，所以一定要看哦，一定要看哦，哦，一定要看。好，那还有愿望要补充吗？还是好，君鹏来。我当然是希望男神时代这个收视率可以节节攀升，对，非常好，冲出好成绩来，对不对？要靠各位的热情支持喽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数到3、2、1，一起喊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好。 我们来祝杨静、杨君鹏生日快乐！好，生日快乐！耶！而且今天天气这么热，对，真的很怕他们会中暑哎。真的大家要多补充一定要好好水分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多喝水避暑啊。你们有什么话要讲？每个人都对粉丝讲一下。谢谢他们来。 然后，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热，连我们站在这个有遮阳的地方都觉得非常炎热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非常感谢大家来。然后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我爱你们，支持男神时代。因为我的粉丝有昨天传讯息给我，他也是怎么早上5、6点就来台了，然后晒着大太阳，真的辛苦你们了。记得要喝水，我看到你的牌子了，谢谢你。因为今天太阳非常大，然后看到现场竟然还有这么多人，然后就觉得很感动，为了这部戏而来。然后刚刚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，大家都答对了，然后代表每个人都很认真看每一集，所以非常谢谢你们。大家辛苦，真的辛苦了，好，就想要赶快结束这一切，让他们可以进去避个暑，对，休息，喝个水，吹个冷气之类的，真的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今天看到这么多人来，真的很开心，然后真的太热了，很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有雨伞的话就尽量撑起来吧。